咱来听故事。我是北风 ，I am Queen of the Sky。我会当飞天，搁钻地。若是我出来奔一个，所有人拢会使感受到我的存在。呀！我是日头，我是天顶上热情的王，烧粉粉，热噗噗，我会当互你一切拢烧热起来。哦，哎呀，真有精神，真好真好。日头，你嘛是啊，一透早咱就无输无赢呢。说落来，咱搁要比啥？哈，搁爱比哦。休困一工无？当然嘛是爱比，啊无日子活无聊的呢。哦而且吼，若是我赢，你就爱承认我是大自然内底上厉害的力量。好啊，哦，咱来比啥货？北风伫咧吹，啥人对这过？遐有一个人来啊！今仔日天气袂歹，有淡薄仔日头，阁有微微仔风，这款吼袂伤寒，阁袂伤冷的天气上舒适啊！日头，你看迄个人，咱就来比看送会使互伊甲外套烫落来。好啊。看我的厉害，呀，咻！奈何红透风啊！无风啊呢，我哪会愈来愈热啦？奇怪，敢讲是我的风无够强？哎呀，你的风无路用啦！过来看我的呀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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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来抓！看我上强的力量，呀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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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嘛是风太险，我这边要登去啦！来啊哦，你无力啦吼，我来！呀！哪会够无风啊？哪会遐尼热啊？这天气到底是安怎啊？今天就来，我们来吃冰啊！啊好啊啦，我输啦，再会。老朋友，先莫走啦。老落来创啊，老了有你笑哦。我嘛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要甲你讲，其实你足强的，只是方法用唔对尔。你啥物意思啊？哎呀，人类惊寒，你风愈大伊愈寒，当然咧外套叫安安啊。哦，你的意思是后摆咱来比看送，会使互人甲外套穿条条，那安尼吼，我就会赢吼。对啦，嘿嘿嘿。北风伫咧吹，啥人对这过？有人要过无？有人要过无？进来哦！